嗰句臨終前嘅控訴，個衰婆想我死，佢做咗咁多壞事，自己心知肚明。呢句說話聽落好似係電視劇入面嗰啲狗血劇本嘅對白，但其實係一個老人家喺臨終之前用盡最後一啖氣噴出嚟嘅血淚控訴。大家平時睇何伯同何太呢單新聞，可能只係當成茶餘飯後嘅八卦咁聽，或者喺網上笑下嗰位被網民叫做河馬嘅女人。但係我今日喺度唔係要同你講八卦，而係要帶你睇穿一個術數家眼中嘅磁場黑洞。你試下放眼望下，成件事由頭到尾唔單止係一單忘年戀咁簡單，而係一場血淋淋嘅能量清算。我哋術數家睇人唔係睇表面嗰啲甜言蜜語，而係睇你背後嗰股氣到底係福氣定係殺氣。何伯呢位老人家本來應該係可以安享晚年，兒孫繞膝，點知遇到呢個女人之後，短短2年之間，成個人由精氣神十足變到最後元氣崩解，肝癌末期走人。呢種衰老嘅速度喺玄學上係極之唔尋常嘅。呢個就係我今日要同你拆解嘅老夫魔咒。你可能仲會覺得兩個人一齊係緣分，但我想話你知，緣分都有分正緣同業緣。喺術數嘅世界入面，有一種女人嘅命格對男人嚟講係致命嘅相約，呢種就係三命通會入面講嘅夫星入墓。你唔好以為墓字好似好深奧，其實講得好淺白。墓庫即係墳墓，亦即係一口封嘅棺材。如果一個女人嘅八字入面代表丈夫嗰粒官星跌咗入去墓庫，呢種磁場就係極端嘅掠奪型。任何男人行近佢身邊，甚至同佢結為夫妻，嗰個男人嘅能量場就會即刻被呢個命盤鎖死。個男人嘅精氣神，甚至乎係佢本身嘅運勢同命運，都會慢慢被呢個墓庫吸納封印，直到埋葬為止。你以為你係同佢結婚，其實你係行入咗一個預設好嘅能量墳墓。呢單案入面，何伯由當初上電視東張西望嗰陣，仲係參參有力，拎住把遮同個女對質，幾咁威風。嗰陣佢仲以為自己係情聖，為咗所謂嘅愛情去對抗全世界。但你睇下佢後期喺街頭做直播嗰啲片，成個人嘅生機係斷崖式下跌。嗰種眼神由最初嘅冧怒，慢慢變成驚恐，最後變成長期被壓制嘅呆滯同空洞。呢個過程就係靈魂慢慢被抽乾嘅寫照。再睇下呢個女人嘅面上，商學上有句說話叫言插天倉，指嘅就係言骨高中而且還長。你睇下何太嗰對言骨肉小骨露，呢種相格代表住極強嘅掌權家同控制家，而且最致命嘅係缺乏慈悲心。二骨代表權力高而露骨嘅女人，一定要話事，一定要做一家之主。丈夫喺佢面前只能夠做配角，甚至係奴隸。你再睇下佢嗰對眼，眼白多而眼神帶殺，望耐少少你都會覺得心寒。呢種眼神往往帶有一種陰煞之氣，喺潛意識層面會對身邊嘅人形成一種無形嘅制約。你睇片入面佢望住何伯嗰種眼神，邊度有愛？嗰種係監視同嫌棄，好似望住一件利用完隨時可以抌咗去嘅廢物咁款。仲有佢嗰把聲線粗絲，而且低沉，商學上叫做破羅爽。女仔有呢種聲主破耗，會不斷消耗家庭嘅福氣。呢種相格嘅女人，佢嘅磁場係向下沉降嘅，佢會將伴侶嘅氣運一直壓住，壓到你無法翻身。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何伯點解會得肝癌走得咁快？呢個就係玄學同病理學上嘅因果。肝主怒主疏泄，一個人如果長期被精神折磨，每日俾人用言語侮辱窒佢，甚至封住佢把口唔准講嘢，呢啲負面情緒會全部積聚喺肝經。何伯呢2年幾以嚟，為咗呢個女人同5個親生仔女決裂，
斷絕晒所有來往，身邊唯一可以依靠嘅伴侶，偏偏又係一個每日嫌棄佢、鬧佢、同佢講要離婚嘅掠奪者。呢種心靈上嘅窿，加上全香港人嘅知笑，令到佢嘅肝氣鬱結到極點。肝癌就係呢種氣債嘅終極表現，佢唔係病死，係俾呢段業緣屈到死。佢臨終嗰句控訴，其實係一個被吸乾咗元神嘅靈魂喺脫離肉身之前嘅最後覺醒。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佢終於睇清楚，身邊嗰個唔係愛人，而係一個厘清佢盤嘅冤親債主。你再睇下最近屯門青田村嗰單傷人案，一把折刀，一支殺蟲水，呢啲唔單止係武器，喺玄學上仲有更深層嘅象徵意義。殺蟲水係一種極具侮辱性嘅嘢，代表住對方將你當成害蟲，要噴走你，要消滅你。呢場血案係兩股極端業力嘅肉搏，係要將對方置於死地嘅能量鞭殺。雖然依家何伯走咗關鍵證人，冇咗，控方好大機會要不提證供起訴，或者改為簽保守行為。何太好大機會可以全身而退。網民覺得好嬲，覺得冇天理，覺得法律幫緊壞人。但我喺度要同你講，你睇到嘅係陽間法庭，我睇到嘅係天道律法。天道係冇漏洞嘅封閉系統，你種下嘅惡業，令一個老人家喺極度痛苦同恐懼入面死去，呢股怨氣會直接衝擊你嘅命盤，逃得過監禁，都逃唔過因果律嘅審判。佢日後嘅人生官非、病痛、意外會接踵而嚟，呢啲就係現世報。其實何伯呢單嘢係俾全香港老人家一個好大嘅警示。點樣喺晚年帶眼識人？點樣守護你辛苦一世儲落嚟嘅福報？好多老人家年紀大咗，陽氣衰退，磁場自然會變弱。特別係嗰啲晚年感到孤獨、缺乏溫暖同仔女關係疏離嘅老友記，佢哋心靈入面有個窿，好渴望被愛、被需要。而呢種掠奪型嘅磁場，最中意就係揾呢種目標。佢哋一聞到你身上嗰種孤獨嘅氣味，就會行埋嚟，俾啲虛情假意你，填補你心入面嗰個窿。你以為行桃花運遇到個唔嫌你老、肯陪你傾偈、肯照顧你嘅人，其實你係遇到過嚟同你清盤嘅債主。佢哋唔係撞彩撞到你，佢哋係專門手撕你。所以我成日同人講，拜神不如拜父母，搞好同仔女嘅關係。仔女係你嘅根，係你血脈嘅延續。你唔好為咗一個外人去斬斷自己嘅根。有時間多啲同仔女傾偈，多啲攬下孫仔孫女，呢種天倫之樂先係最補氣、最養命嘅能量。親情嘅磁場係最溫暖嘅，最能修補心靈創傷。何伯為咗探討嗰一陣間嘅溫柔，透支咗謝家祖宗三代積落嚟嘅名聲，透支咗同仔女幾十年嘅親情，仲有嗰450萬嘅棺材本。佢呢一着棋行錯咗，代價係成條命。大家唔好以為呢件事係個別例子，唔關你事。每個人都會老，每個人都會面對孤獨。如果你唔識得保護自己最後嗰道防線，你就會成為呢啲磁場黑洞嘅目標。講完命理同面相，我仲想同大家講下呢場共業。網民喺網上不斷恥笑何伯，叫佢提款機，笑佢戀愛腦，甚至獻bài挑撥佢哋鬧交。你覺得自己係喺度食花生睇熱鬧，但我話你知，你都不知不覺參與咗呢場共業。你哋嘅招魂同揶揄化成咗一種無形嘅磁場，壓力加劇咗何伯嘅孤立感同抑鬱多。當一個老人家覺得自己係全城嘅笑話，佢會因為放唔低面子而更加唔敢翻轉頭去揾仔女。呢種社會性死亡嘅壓力，切斷咗佢好多回頭嘅機會。所以大家都要積翻啲口德。圍觀他人嘅不幸，其實都係喺度消耗緊你自己嘅陰德。今日你笑人哋蠢，第日當你自己磁場低落嘅時候，你一樣會撞到呢啲專吸人精氣神嘅冤親債主。真正嘅福氣係平靜，而唔係刺激。
如果你遇到一個人令你覺得心跳加速、情緒起伏不定，甚至存款開始唔見使，就算嗰個人表現得幾咁溫柔體貼，你都要即刻醒覺，嗰個唔係愛情，嗰個係終結你晚年福報嘅判官。河伯用佢嘅生命為全香港老友記做咗一次最深刻嘅示範。佢以為用錢可以買到愛，用棺材本可以買到陪伴，結果買到嘅係一條催命符。呢單嘢係用血字寫成嘅教科書，大家一定要引以為戒，守住內心嘅平安，先係對呢啲冤親債主最好嘅反擊。因為當你心中無愧，磁場清淨，佢哋就永遠得唔到佢哋想要嘅嘢。希望大家睇完呢篇分析，可以喺關鍵時刻開一開天眼，避開呢啲隱藏喺身邊嘅磁場黑洞，保住下半生嘅平安大吉。以上為文章第一部分，約3500字，分析你河伯事件嘅命理背後，何太面相與磁場掠奪，河伯健康衰敗的因果以及對老人的警示。接下來將會深入分析法律與天道嘅博弈、共業嘅危害，以及具體嘅晚年修身轉運之道。緊接住落嚟，我哋要講下更深一層嘅嘢，就係關於法律同天道之間嗰場無形嘅較量。好多人睇到河伯走咗，單雙人案告唔入，就覺得法律係廢嘅，覺得壞人可以打橫行。但係你要明白，陽間嘅法律係講情式正義，講證據。如果唯一嘅受害者同證人都唔喺度，控方確實係好難做嘢。但係術數家睇嘅唔係情式，而係氣數。何太今日喺法庭上全身而退，你以為佢贏咗？其實佢係喺因果律入面簽咗一張更大面額嘅欠單。呢單命案入面，河伯雖然唔係死喺刀下，但係佢係死喺嗰種長期嘅精神羸弱同絕望入面。呢股怨氣喺玄學上係會跟住個始作俑者一世嘅。我哋成日講現世報，其實現世報唔一定係話你即刻要坐監，真正嘅現世報就係磁場嘅崩毀。你諗下，一個人沾染咗咁重嘅怨氣同惡業，佢個磁場已經變咗一個死場。有福氣嘅人會自動避開佢，冇福氣嘅人靠埋去佢嗰度會即刻行衰運。佢日後就算攞到嗰450萬，佢都冇可能享受到。佢會日日發惡夢，夢到有人要追殺佢，夢到河伯返嚟揾佢。佢嘅人際關係會一塌糊塗，身邊冇一個真心對佢好嘅人，全部都係想利用佢或者等睇佢浮苦街嘅人。呢種活喺恐厲、猜疑同孤獨入面嘅生活，其實就係活地獄。坐監起碼有個刑期，有個盡頭，但係活喺自己業力偏、食力成嘅地獄入面係冇盡頭嘅。除非你真心憐悔。大家喺網上參與呢單嘢嘅討論，其實都要非常小心。我成日講一個字、一句話都帶有能量。如果你係帶住惡毒嘅心去咒罵，或者係帶住幸災樂禍嘅心去嘲笑，你其實係將自己個磁場拉低到同呢單嘢同一個頻率。呢種共振會損害你本身嘅運氣，所以我建議大家睇呢類社會新聞，要帶住一種慈悲同警惕嘅心，而唔係仇恨嘅心。你要濫論河伯嘅無知同亂，亦都要警惕人性入面嗰種濫濫同殘酷，透過人哋嘅不幸嚟修補自己嘅行為。呢個先係睇新聞嘅正確姿勢。講返俾老人家嘅實例建議，晚年你要轉運，其實好簡單。第一，你要學識收口，口德係晚年最大嘅福報。好多老人家中意鬧仔女，或者喺街市同人嘈，呢啲其實都係喺度漏緊你自己嘅福氣。河伯喺鏡頭面前鬧仔女，呢一鬧佢嘅福報就由口邊漏走晒。第二，你要學識退一步，唔好成日諗住增家產、爭面子。你越老越要學識放低。唔屬於你嘅嘢，爭返嚟都係助河伯爭嗰450萬，結果爭到連條命都冇埋。如果你當初肯退一步，將錢留返俾仔女，自己攞少少去旅行，過下平淡生活，今日嘅結局就完全唔同。
第三招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招，就係要修復同親人嘅關係。無論以前有幾多雞毛蒜皮嘅恩怨，到咗晚年，血脈至親先係你最強大嘅護身符。仔女嘅關懷比起任何名貴寶品都更加養命。你要記住，掠奪型嘅磁場最驚嘅就係你有個溫暖嘅家庭，因為當你身邊圍滿咗愛你嘅人，佢哋嗰種強大嘅正能量場會令到呢啲想行埋嚟揾食嘅冤親債主無所遁形，佢哋揾唔到窿路入你個心，自然就會走開。最後我想送4個字俾大家：心安無債。呢單河伯河太嘅事件其實只係一個符號，反映出呢個功利社會入面人性嘅氹氹啲。真正嘅魔咒唔係外在嘅誘惑，而係你內心嗰種對青春、金錢同陪伴嘅病態執着。如果你能夠睇穿呢啲虛情假意背後嘅因果鐵律，你就會明白晚年最寶貴嘅唔係你有幾多存款，而係你心入面有冇平安。當你心中無愧，你嘅磁場自然會清淨。呢單嘢今日雖然法律上告一段落，但係天道嘅審判先啱啱開始，大家要引以為戒，積德行善，守住自己嗰份福報。只要你心正、念正、行正，任何磁場黑洞都傷害唔到你。希望大家都能夠從中領悟到生活嘅智慧，安穩度過幸福嘅晚年，平安大吉。